哎呀，怎么嘞？咱这些的嘞是吧？那先跟大家问一声，就是晚上好。那我们今天最主要讲述的呢，就是结合，就是前行结合，就是5个10万的加型呢，然后来为大家做解释。那我们知道说5个10万加型呢，那就是分别指说，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皈依，那第二个呢就是礼拜。第3个呢就是念诵百字明，那第4个呢是曼达，以及第5个呢就是代表祈请呢，我们就是念诵密字嘛，那就是每一个呢都做10万的缘故呢，所以是5个10万的加行，或是5个10万的前行。那为什么要做5个10万的前行呢？就是因为我们要修持道次第呢，那最主要希望说道次第的这些正德能够在我们的心绪升起呢，所以我们要去尽最极致。那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为什么要先做皈依呢？就是我们做皈依最主要目的是希望说，我们对所有的皈依境呢，能够在我们的心绪中呢，就是升起一个正量，能够完全了知皈依境为何。所以一开始呢，我们先念就是10万的皈依。那念完10万皈依之后呢，然后接下来就是净罪的部分。那因为我们要修持道次第呢，道次第的正德要在心绪升起呢，会有非常多的障碍，所以为了净除这些障碍的缘故呢，我们做礼拜以及念百字明呢，那这是属于净罪。那为了累积我们广大的资粮呢，所以第4个呢就是供养10万曼达。那最后面呢就是为了对上师做祈请，因为日常在心绪之中呢升起这些功德，最主要呢也就是要对上师本尊呢做无二的祈请。所以呢，我们祈请呢最主要就是念中大师的祈请文呢，也就是密子嘛，祈请上师呢能够赐予加持。所以这5个加行对于说一开始在修学的人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在就是要做第一个加行呢，就是10万皈依的加行之前呢，那我们自己先把一个时间确定下来。比如说呢，我是决定在1个月之内呢念完这10万的皈依，或者说呢在3个月之内呢念完这10万的皈依，就是自己呢先安排好时间呢，先确定说自己要花大概多长的时间呢，将这个前行给做完。所以那确定了时间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是做事前的准备。那就比如说呢，我们在一开始呢，先把我们要做的这些坐垫呢都先准备好，然后以及呢要安置的这一些身语意象呢都先准备好。那等到都准备好之后呢，那第一个就在我们要进行就是念诵10万皈依的这个地方呢，那我们先把我们要念诵的这个地点呢，先把它给打扫干净。那打扫干净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是把我们准备好的这个身语意象呢，给它安置好。然后呢，就是照着次第呢，就是安放好。那安放好之后呢，那就在他们的前方呢，就是做贡品，就是准备好，就是尽自己能力呢，做好就是好的这些贡品，像是二水等的贡品，就是可以把它全部都准备好。那准备好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是关于说我们坐垫的部分。那在我们坐垫的下方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用白色的砂纸呢，然后画一个就是右旋的万字。那照理说呢，应该是要画就是交骨的金刚杵，就是2个金刚杵呢做十字的这种方式。但是呢，因为交骨金刚杵呢，它本身是属于密续的法器，所以呢不是我们可以坐在上面的。所以为了代替这个交骨金刚杵呢，我们就画右旋的这个万字。那垫子呢，就是我们在做坐垫的时候呢，就是后面垫高一点，然后前面矮一点，就是后高前低。然后在垫子的下方呢，就是也可以铺吉祥草。那为什么要铺吉祥草？铺的时候呢，是让它的草尖呢，就是往前，草尖向前。那这边呢就讲到说，为什么呢我们要铺吉祥草呢？那吉祥草它最主要的缘起呢，就是希望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不要有任何的障碍，然后呢，所有的这些障碍呢，它能够不要升起，而且希望说我们的就是修行的这个心呢，能够变为坚固。然后呢，同样呢，也希望说，就是我们的所缘和形象呢，它能够变得更为明晰的缘故，所以放这个吉祥草。那也有另外一种呢，就是代表呢它是长寿的意思。
那至于说为什么要在下方就是画这个万字呢？刚刚说这个右旋的万字，它代表的是交骨金刚杵。那这个代表呢，就是世尊呢他在金刚座下成佛的一个缘起。然后呢，我们平常就是看到这个万字，或者说看到这个交骨金刚杵的时候呢，就要去意念说世尊他是如何在金刚座成佛的。那一开始的前行准备呢，就是做这些。那当我们把这些准备都准备完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是依照我们之前所说的呢，就是如果加上数息观的话呢，是属于毗卢八法。那如果没有数息观呢，就是以毗卢七法的坐姿呢，就是安坐。那这一部分就我们之前在讲述加行六法的时候呢，就已经详细的解释过，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不多做说明。那等到我们安坐好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是观察我们自己内心的相续，就是要让我们在修法之前呢，让我们的意乐呢不要掺杂着世间八法，就是我现在所要做的这个10万加行呢，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名誉，或者是为了能够获得利养、功绩等等呢，为此而做的。因为呢，如果一开始我们没有安立好一个好的修法动机的话呢，那等于是说我们所做的这些功德呢，那它等于是全部都浪费掉了，因为它并没有办法成为呢一个正量。所以呢，这边噶当派的祖师就讲到说呢，初后有2事，所以讲到说一开始的意乐调整以及最后的回向呢，对于一个修行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一开始的意乐呢，如果说能够配合着就是大乘的发心的话呢，那我们所做的这些善行呢，它全部呢都能够成为大乘的资粮。那所以一开始呢，如果能够配合着菩提心，然后来调整我们意乐的话呢，那是最好的。那这边呢，就稍微讲述一下呢，就是我们如何以菩提心呢来作为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意乐。那一开始呢，就先思维到说，就是我从过去世呢无始劫以来呢，到现在呢，要么就是在轮回的种苦里面，那么要么就是在三恶趣的这种痛苦里面不断的流转，不断的流转。那今生呢，难得我获得了暇满人生，而且呢，今世呢，由于上师的恩德，以及我过去世呢，就是有好好造业的缘故，所以能够直遇到如此殊胜的善知识。那直遇到如此殊胜的善知识之后呢，那善知识他又为我阐释了就是毫无颠倒的这个正道。那所以呢，由此去思维就是善知识的这种恩德，因为只遇到如此好的善知识以及教法的缘故呢，所以让我现在呢能够好好学习佛法。所以为了报答他们的恩德呢，从今开始呢，我要好好的去修习佛法。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今天开始我不好好修习佛法的话呢，那我来生呢可能又因为轮回的种苦以及别苦的缘故呢，而去感受这些难以忍受的痛苦。而且不仅仅是只有我这个样子，其他在我身周所有一切的如母有情呢，他也是从过去无始以来呢，到现在就是感受了无尽的轮回的痛苦。那由此呢，去想到说这些有情呢，他在过去呢对我的恩德，因为我们知道说在修习知母的时候呢，了解到过去其他一切的有情呢，都在过去世的时候曾经都当过我们的母亲，而且不止一次。所以呢，由此去思维一切有情的恩德。那在思维了一切有情恩德之后呢，然后就升起一个，所以为了他们呢，我今生呢一定要成就佛位；为了他们呢，我一定要成就佛位，所以升起为利有情愿成佛的发心，然后以此发心呢，所以来念诵这10万的皈依。那为什么要去念诵这个皈依呢？为什么要升起菩提心去念诵皈依呢？因为当我们有菩提心呢来作为我们的意乐的时候呢，那想办法呢就是让我们内心能够多升起升起菩提心的这种觉受，然后去调整我们的意乐。那因为一开始对于我们初修业者来说呢，如果不按照次第呢，是很难升起菩提心的。所以一开始呢，就是先多花一点时间呢去思维菩提心。那尤其到最后呢，升起了就是真心的能够升起一个造作的为利有情愿成佛的菩提心之后呢，然后接下来呢，就希望说我接下来呢所做的皈依，愿我的心绪呢能够真的如实升起皈依的量，然后由此呢来念诵皈依。
那意乐的调整呢，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比如说呢，现在呢就是有4个人呢，他们一起在念诵度母赞，那他们呢同时就是一起念，然后结束的时候呢也是一同的结束。但是这4个人里面呢，第一个人呢，他可能只是为了说，他有一些人和非人的干扰，所以他希望说这些人及非人的这些干扰障碍呢能够尽除，所以他为此而念诵度母赞。那第2个人呢，他就思维到说，因为呢，我造了恶业的缘故呢，那如果这个恶业呢不清净的话呢，来世我会堕入于恶趣，所以为了断除我所造的恶业呢，然后来念诵度母赞。那第3个人呢，他就会想说，如果呢我来生呢投生到善趣的话呢，其实他也没有多大的帮助，因为呢还是在轮回里面，所以呢我希求能够断除轮回，能够获得解脱，然后以此意乐呢，然后来念诵度母赞。那第4个呢，他就想到说，因为呢我呢是为痛苦呢所逼迫，那和我一样呢为苦所逼迫的这些其他的有情呢，他们也是一样，所以有想到说有情的痛苦，所以为这些如母有情呢而升起一个就是为利有情愿成佛的心呢，然后来念诵度母赞的话呢，那这4个人呢，虽然是同样的时间呢，然后同时呢在念诵度母赞，但是呢，对于第一个人来说呢，他所念诵的这个度母赞呢，就是没有办法成为佛法。那第2个人呢，他念诵度母赞的时候呢，因为他是希望说来世能够获得就是善趣的意乐来做念诵，所以他念的这个度母赞呢，就变成下士道的法类。那第3个人呢，因为他是希望说能够脱离轮回，获得解脱，以此意乐来念诵缘故呢，所以他所念诵度母赞呢，就成了增士道的法类。那最后一个有情呢，他因为是内心呢是以为利有情愿成佛的菩提心呢来作为动机的缘故呢，所以他念诵这个度母赞呢，就是成为上士道的法类。所以4个人呢，虽然同时呢都是念诵度母赞，但是一个呢，他念诵之后呢，连法呢都没有入为法术，然后另3个呢，虽然成为法术，但是一者呢是下士道，一者中士道，一者上士道。那其中的差别呢，就是在于发心的缘故，就是在于意乐调整的缘故。所以意乐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调整完意乐之后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观想资粮田，或者说我们就明现资粮田。那这个虽然说之前呢就是有讲述过，不过呢我们这边呢就是再讲一次。那就是在观想的时候呢，就观想说就是高度呢就大概是在我们就是眉间的这个高度。那长度呢就是先观想我们的对面虚空，那这个对面呢就是长度大概就是我们大礼拜的时候呢，就是身体拉长以后指尖的那一个位置。然后呢，高度大概就是在说我们眉间的这个地方，然后就观想呢，就是观想在这个高度，不要太高呢，也不要太低。那在这个高度呢，我们就观想是有8只雪山之子呢，就是他们所顶戴的一个就是非常宽广的，就是金刚宝座，非常大的一个金刚宝座。那这个宽广的金刚宝座的上方呢，就是又有5个法座。那我们先观想这个很大的金刚宝座的中间呢，还有一个中间的这个法座呢，就是较高。那在这个法座的前后左右呢，有较低的4个法座。那我们先观想呢，就是中间的这个法座之上呢，它就是有铺着莲花殿、日殿还有月殿，就是日轮殿还有月轮殿。那在3个殿之上呢，就是体性呢，就是我们根本的上师。那这边的体性是我们的根本上师呢，就是观想呢，对于自己恩德最大，然后让自己呢，对于就是佛法的修持或是教授呢，就是给予教最多，然后呢恩德最大的这个恩师呢，然后先观想呢他在上面。那体性呢是我们的根本上师，那形象呢就是导师释迦世尊的形象，那就是全身呢就是金黄色，然后身体呢呈现光明明澈，然后头上呢就是有顶髻。那世尊的右手呢就是持地印，那左手呢是等持印，那在等持印的上方呢就是放着一个钵，然后钵里面呢就是充满着就是甘露。那世尊呢他的身相呢就是32相，然后呢具备80种随行好，然后全身呢都是光明的这种体性。那
以金刚加趺坐的坐姿呢，然后坐在这个就是莲花殿、日轮殿还有月轮殿之上。然后观想之后呢，就观想体性是我们上师的根本上师的这个释迦世尊呢，他的心间放光。那他心间就是放出四道光，那四道光呢，就是分别到就是前后左右呢的法座的位置。那先观想后方呢，后方就是加持派，就是金刚持佛为首的加持派的历代传承祖师。那我们在观想后方的加持派的时候呢，可以观想就是有5排，就是5排这样子。从上而下这样排列下来，那中间这一排呢，就是观想是金刚持佛，然后呢地若巴那若巴，那旁边呢就是有文殊，然后呢文殊的下方呢是拉玛乌玛巴，拉玛乌玛巴的下方呢是宗喀巴大师，就是有这些近传的这些就是近代的这种传承祖师，然后呢观想另外一排呢就是圣乐密集大威德这些密续的祖尊，然后呢另外一排呢就是观想就是嘎当16明点的这些传承祖师。那当然说如果我们观想起来的话呢，就去观想，那这是最好的。但是一般对我们来说，可能要观想这些传承祖师呢比较困难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注意说，就是后方的以金刚持佛为首的这5排的这个加持派的传承祖师呢，他们在这边就是做这种观想呢就可以，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观想的话呢，就观想说有这些传承祖师呢在这个地方。那祖尊的右边呢，我们就观想，同样呢就是前后左右4个殿子也是莲花殿、日轮殿还有月轮殿。那右边的殿子呢，我们就观想就是有文殊菩萨。有持世菩萨，那持世菩萨的下方呢，就是无着还有世亲这些广行派的历代传承祖师。那主尊的左边呢，左边的这个法座之上呢，我们就观想有文殊，还有龙树、圣天等，就是深见派的这些传承祖师。那在主尊的前方呢，我们就观想一切呢和我们自己具法缘的这些上师。那除了和自己具法缘的这些上师之外呢，我们也可以观想所有呢，就是曾经传授灌顶或是传授龙，就是口传教授，或者说呢，或是经典讲说教授的这些上师呢，我们可以全部呢都观想在里面。那我们刚观想呢，就是主尊呢，就是体性为根本上师的释迦世尊。那我们在观想世尊的前方呢，就是有中间大威德，然后旁边呢是密集以及圣乐金刚等，就是无上瑜伽部的密续的本尊。那在无上瑜伽部密续本尊的外面那一圈呢，第2圈呢，我们就观想有就是瑜伽派密续瑜伽派的这些本尊。那瑜伽派的在外面那一圈呢，就是观想有就是四部的这些密续本尊。那四部的外面呢，就观想有行部的这些密续本尊。那行部的这些密续本尊的外围呢，又观想有就是贤劫千佛等显教的诸佛围绕。那显教的诸佛外圈呢，我们就观想有就是8大随佛子等一切的这些菩萨围绕。那在菩萨的外面呢，我们就观想有圆觉围绕。那圆觉的外面呢，我们就观想有就是16大阿罗汉等这些声闻围绕。那在声闻的外面呢，我们就观想有这些修习密续的永复以及空行围绕。那在永复空行的外圈呢，我们就观想有护法围绕。那总之呢，就是我们在观想世尊呢，就是世尊在最中间。那世尊的就是前面呢，就是在第一点之后呢，就是依序为就是密续四部的本尊围绕，然后呢衔接千佛，然后呢8大随佛子等菩萨，然后以及圆觉、声闻、永复空行还有护法等呢，就是围绕。那当然呢，我们要每一个呢都去观想起来，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去观想到说呢，就是这些本尊呢，他们全部呢都在这边，就是做这样的思维也是可以的。那所以呢，我们就观想呢，就是这些归境呢，它无余的呢，就是安坐在我们的前方。那以上呢，就是观想这些本尊之后呢，我们就要在观想每一个本尊的前面呢，就是有一张就是非常就是圆满，然后呢非常庄严的这个书桌或者说桌子。那这个桌子上面呢，就是有这些本尊呢，或者说这些菩萨们呢，他们所讲述的各个所讲述的这些经典，或者说他们所著作的这些经典。
那这些经典它的体性呢，就是灭地和有道地的体性，不过外相呢，就是现为就是经典的这些体性。那这些呢，也就是法宝。那观想完这些佛法僧三宝之后呢，那我们就观想就是在前方的这些皈依净所有的本尊呢，以及这些本尊的眷属们呢，那他全部呢都对我感到欢喜，就是现起呢非常欢喜的这种相貌，然后呢是对我感到非常欢喜的这种相貌。那观想完皈敬之后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对于这些皈敬呢，就是好好去思维，就是前方皈敬他们的功德呢，以及恩德。那在内心呢未升起猛烈的信心之前呢，我们都要去做因重的思维。那等到升起了对这些前方的皈敬呢，升起了猛烈的信心之后呢，那接下来呢，观想我们的右手边呢，就是有今生，以今生父亲呢，就是为代表，然后所有一切呢难众的这些友情。那左边呢，就观想是今生的母亲为代表，那所有一切呢女众的这些友情。那前方呢，就观想呢，就是直接呢，就是伤害我们的这些仇敌，那以及呢，间接呢，就是看不到呢，伤害我们的这些非人等等，那以及说呢，我们所看不到的这些罪障。那总之呢，就是观想我们的前后呢，就是遍满了一切的友情。那这些无论呢，就是这些友情呢，无论说它是哪一道呢，那全部呢都是显现，就是能够听法，然后能够听得懂呢，这种全部都现为人的这种相貌。所以呢，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呢，可以观想就是对方虚空呢，就是虚空之上呢，遍满了一切皈依境的这些本尊。那在地上呢，就是观想呢，所有一切的友情呢，遍满于大地。所以呢，我们所皈依的皈依境呢，遍满于虚空，然后求皈依的皈依者呢，遍满于大地。那观想的数量呢越多越好，就观想呢就是像海天相连一样，就是天上的这些皈敬以及地上的这些求皈依的一切友情呢，就是像海天相连一样呢，就是全部呢都是连在一起，就是表示说非常多的意思，然后能够做这样子的观想呢是非常好的。那所以呢，我们就观想在我们的身周呢，就是以父母还有前方仇敌为代表呢，然后观想所有一切的友情呢，皆围绕我们在我们的四周。那从一开始呢，我们就讲到说，在安置完身语意之后呢，那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去调整我们的意乐，就是以大乘的发心呢，作为我们修行的意乐。那意乐升起来之后呢，那第二个呢，就是去观想资粮田，就是明现资粮田在我们的对面虚空。那明现资粮田之后呢，那第三个呢，就是观想父母仇敌等呢为代表一切的友情呢，皆围绕在我们的身边。那做完这三种观想之后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去思维呢皈依的因。那皈依我们知道说皈依呢有二因，皈依的两个因呢，一个呢就是畏惧的心，那第二个呢就是信心。那畏惧的心呢，就是思维呢，就是我和一切轮回有情呢，就是从无始轮回以来呢，那我们不断的呢在轮回里面感受这种轮回的种苦，以及呢三恶趣的这种别苦。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之前在讲述共下士道的时候呢，就是思维轮回种苦，以及思维就是六道别苦的时候呢，那边的内容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去做思维。然后由此思维到说呢，就是因为轮回的种苦以及别苦呢，那我们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呢，已经受了无边的这种痛苦。那如果说受苦呢，它是有个时间的期限，或者说呢，它是有一个你受了多少痛苦之后呢，你就能够不用再受苦的话呢，那照理说我们应该呢早就已经不用再痛苦了。苦如果是有一个期限的话呢，那现在应该是已经不用再痛苦了。但是呢，我们可以发现说，就是无论呢从无始轮回来到现在呢，我们受了多少苦，但是呢，如果我们自己不努力去断除的话呢，那这个苦呢，我们还是会不断的呢要去感受这种痛苦，是没有其他的办法的。所以呢，如果不去修行的话呢，我们是没有办法断除这些痛苦。那因为呢没有办法断除这些痛苦的话呢，那将来我还是得在轮回里面不断的呢去感受这种无边以及难以忍受的痛苦。那今生呢难得我已经获得了就是如此难得而且具足义大的这个暇满人生，所以今生呢如果我不好好去休息的话呢，那我可能呢再也没有办法呢能够有机会能够来休息。所以呢由此呢就好好的呢就去思维刚所讲到的就是轮回的这些种苦以及三恶趣的这些别苦。
然后在内心呢尚未升起畏惧之前呢，那我们要去好好的呢去做思维。那所以呢，就观想呢，不仅仅是我自己呢，就是为轮回的种苦，那特别呢是为三恶趣的这种痛苦呢所逼。那除了我之外呢，我四周呢所有一切的如母有情呢，那它如同我一样呢，也是无始以来呢就为轮回的种苦，那特别呢是为三恶趣的这种痛苦呢所逼迫。那升起对轮回种苦及三恶趣的别苦升起了部位的心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要去寻找说，那是谁呢能够救护我们的人呢？到底是谁？然后呢，就是观想呢，就是前方的这些资粮田的这些主尊呢，或是前方归境的这些主尊呢，然后对他们呢升起一种信心，相信呢他们有能够救护我们的能力。那他们为什么会有能够救护我的能力呢？因为世尊呢是为什么能够成佛呢？世尊为什么成佛的原因呢？一开始呢，他是为了一切有情的缘故呢，而升起了就是菩提心，为了一切有情呢而发心。那中间呢，就是为了一切有情能够成佛的缘故呢，所以他在中间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呢，就是行这种无数的难行苦行。那一切呢，就是为了一切有情。那同样的呢，最后呢，成就了佛果位。那佛身呢，就是具备了32相以及80种随行好。那佛陀的语功德呢，又具足就是60种就是运音语的这种功德。那心绪呢，就是能够现证如所有性以及尽所有性的一切片质。那不仅仅呢，就是佛陀具备了如是身语意的功德之外呢，那佛陀呢，还有比佛陀对于有情的悲心呢，又叫母亲呢爱护孩子的这种悲心呢，又超出了无数倍。那因为呢，世尊呢，他具备了如是的功德，那同世尊具备如是功德一样呢，其他所有前方资粮田的诸尊呢，也是具备这样子的功德，所以由此呢，而对前方的资粮田诸尊呢，升起了无比的信心。那对于前方的资粮田诸尊呢，就是升起了信心之后呢，那接下来就会思维到说，就是之前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得到三宝的依护呢？为什么没有办法得到依靠呢？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的心呢没有完全归依于三宝，我并没有放下一切呢，将我的心呢就是完全归依于三宝，相信三宝呢它是唯一的救护。如果呢我能够放下一切呢，就是认真的、真诚的去皈依三宝的话呢，那三宝呢定是无欺狂，它必定呢会救护我等。所以呢，接下来就思维到说呢，那从今天开始呢，我要好好的呢，就是去皈依三宝，皈依上师和三宝。那乃至于说位至菩提之前呢，那我除了上师三宝之外呢，我不对于其他的境呢，就是做皈依，我不对任何其余的境呢去做皈依。而且呢，我身上所发生的任何苦乐呢，任何的事情呢，那都不忘呢，就是去对上师还有三宝呢去做祈请。那升起了如是的意乐之后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开始来念诵皈依。那在念诵皈依的方式呢，那就看比如说这一座的时间呢，那你自己一开始就已经先定好说，看这一座呢，你是要念珠呢，是要念5圈还是要念10圈呢？就自己先定下来。如果说呢，一开始是要念5圈的话呢，那念诵的方式呢，也有2种不同的方式。一种呢，就是一直先念皈依上师，皈依上师，皈依上师，就念完皈依上师5圈之后呢，然后再念皈依佛，皈依佛，皈依佛，再念5圈，然后皈依法，皈依法，然后皈依僧。就是5圈的这种念诵的方式，或者是呢，你一开始就是念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然后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然后这样子呢去念5圈呢也是可以的。就是这2种方式呢，看自己觉得和哪一种念诵方式比较相应，那就用哪一种方式去念诵就可以了。那我们在正行念诵就是皈依的时候呢，那我们内心呢要如何的去做思维？那同样的呢，就是去做降至甘露的这种思维。那虽然说呢，就是在念诵的方式呢，就是有念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这种念诵方式，以及呢就是皈依上师、皈依上师、皈依上师念5圈之后呢，再换皈依佛的这种方式。那我觉得呢，后者呢对于初修行者呢来说会比较好，因为让你的心呢更容易呢就是专注于就是皈依之上。那如果说我们是以念诵皈上师、皈上师、皈上师的这种方式做念诵的时候呢，那我们一开始在观想就是前方就是对面虚空的这个
八支玄坛狮子所顶戴的这个巨大法座之上呢，就是有5个法座。那5个法座上面呢，就是我们所观想的，就是5方上师。所以我们最主要呢，就是沿着就是从一开始呢，就是我们的根本上师为首，然后一直到就是密续的四部本尊，然后呢，佛菩萨声闻缘觉护法空行，一直到声闻呢，就是我们去观想呢，就是这些前方的这一些就是5部的上师佛呢，那观想就是他们身上呢，就是放出5色的甘露。那这个甘露呢，就是从我的顶门而入，然后从我的顶门进入之后呢，然后净除我心绪中所有一切的罪障，还有业障等等。那特别呢是对于说就是违背上师的这一些部分呢，就是没有作师所写的这一部分呢，然后殷重的呢去做忏悔，然后呢净除所有一切不依教奉行的这种过失，就比如说呢，就是伤害上师的身体，或者说呢违背上师的言教，以及呢伤害上师的心等等呢，让上师伤心等等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过失呢，能够完全的净除。那完全净除之后呢，那我们的身体呢就转为就是清净光明的这种体性，然后呢，所有的寿命以及福德呢都不断的增长，那所有一切的教正法呢以及正正法呢，在心绪之中呢不断的增长，而且呢能够生生世世呢跟随着上师，然后跟随着上师呢学习所有一切的清净甘露原教，然后呢一边做这种思维呢，然后一边念诵，然后观想完之后呢，然后就升起说，现在呢我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缘起。那刚刚呢，就是我们已经念完，就是念诵皈上师的时候呢，然后做如是的修为。那接下来呢，就是在念5000皈佛的时候呢，那同样呢，我们的所缘呢就变为上师，就变为诸佛。就是刚刚呢是观想在这个广大的金刚宝座之上呢，就是五方上师呢，就5部上师的观想。那接下来呢，就是观想就是主尊前方的，就是4部密续的本尊。然后呢，以及显教呢，就是衔接千佛等这些佛部的本尊呢，然后就观想这些主尊，然后呢，同样呢，也是观想前方的这些诸佛呢，从他们的身上呢，就是放置甘露光明，然后降至甘露光明，然后融入呢自己还有其他一切有情的，从顶门而入。那这些甘露光明呢，进入我身之后呢，然后呢，净除一切就是我不恭敬诸佛，乃至于说像是出佛身血，就是一切呢对于佛呢所造作的种种的恶业呢都能够净除。那净除之后呢，那同样的呢，就是如同刚刚所讲述的，就是一切的寿命福德还有教圣的功德呢，皆能够不断的增长，而且呢，就是观想说最后呢，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我种下了生生世世呢都能够跟随着诸佛修学的这种殊胜的缘起。那念诵完就是5圈的皈依佛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是念诵皈依法。那在念诵皈依法的时候呢，那就同样我们的所缘呢，就是刚刚所讲述到，就是每一个主尊的前方呢，都有一个非常庄严的一个桌子。那这个佛桌上呢，就是放着就是有他们心去中灭地和道地功德呢所显现出的这个经函。所以我们所缘呢，就是这个经函，然后观想这个经函呢，就是放光。然后呢，放出甘露光明呢，同样的就是融入于我和一切有情的心绪，然后呢，净除我和一切有情心绪里面呢所有对法的罪障，那特别呢是谤法的这些罪障呢，一切呢都能够净除。除此之外呢，也是一样，就是我们的寿命福德以及所有的教圣功德呢，皆能够不断的增长，而且生生世世呢能够随学于诸法，并且呢能够就是种下了生生世世能够随学于诸法，并且在心绪之中呢升起法功德这种殊胜缘起。那念完皈依法之后呢，接下来呢就是念诵皈依僧。那皈依僧呢，我们的所缘呢，就是像刚前面所讲到的呢，就是4部密续以及诸佛呢，显教衔接千佛这些诸佛呢，刚刚我们已经就是观修完毕。那接下来呢，就是以8大随佛使为首的菩萨，然后以及他们外语圈的声闻、缘觉、永复空行以及护法等呢，然后就观想呢他们身上就是降至甘露光明，然后呢融入于我和一切有情，从顶门呢融入我和一切有情的心绪。然后净除我所有一切的罪障以及业障。那特别呢是对于说生宝呢所造作的种种的罪障，那特别像是就是破和合生等这一些
罪障及业障呢，皆能够尽除，并且呢，就是寿命、福德，还有一切的教圣功德呢，皆能够不断的增长，而且呢，种下了就是生生世世呢不远离生宝的这种殊胜的缘起。那我们在观修，就是念诵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时候呢，其实所缘呢，除了所缘的对象不一样之外呢，那在观修降至甘露的时候呢，那它的方式呢是全部都是一样的。那至于说我们在念诵四皈依的时候呢，就是不一定呢要念藏文的，就是用藏文的方式来念，就是用中文或是英文，就是你自己觉得你比较相应哪一种语言呢去念诵呢都可以，乃至于说你是念诵梵文，就是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雅、南无达玛雅、南无桑嘎雅都可以，就是你觉得你自己念哪一种，你觉得你比较相应的话呢，你就念那一个语言。那我们一般呢，就是在念诵皈依的时候呢，就是在做皈依的这个10万加行的时候呢，那一般呢，就是一天呢，就是会以4座的时间呢，然后来做休息，就是一天呢，就是分4座，然后来做皈依的念诵以及观修。那看每一座的时间呢，就是看要1个半小时或是2个小时呢，那就大家可以看状况呢，然后来决定。那就是每一座呢快要结束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修行，那个修行呢就是去观修，就是发心果位呢转为道用的这种修行，就是将果位呢转为道用的这种修持。那发心果位转为道用的修持呢，是如何的去做观修呢？那就是在我们每一座呢，就是快要结束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念完了皈上师、皈佛、皈法、皈僧呢，就是你快要结束之前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来念诵皈依发心偈，也就是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的这个发心偈。那念诵这个发心偈的时候呢，如何做这一种就是发心果位转为道用的观修呢？那同样的呢，我们先去思维到说呢，就是我和一切有情呢，就是他无论说他是在哪一道呢，那他都有他在那一道呢，就是难以忍受的痛苦。那对观想这些一切有情的痛苦之后呢，然后内心呢就是升起难以堪忍的悲心，然后升起悲心之后呢，就是希望说这些有情呢，他们都能够脱离他们在各道的这种最难以忍受的这种痛苦。那由此呢而祈请就是上师还有三宝加持，也就是我们前方的无论说是皈依境也好，或是质量田也好呢，就是祈请前方的皈依境呢上师三宝的加持。那这边呢，就是在祈请他们加持的时候呢，我们就观想，就是我们刚刚是做对是皈依上师，然后呢，对于上师佛法僧呢，就是做个别的观想。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观想前方的这个皈依境呢，就是全部呢一起放光，就是包括5部上师，然后呢，还有就是4部密续的祖尊，然后衔接千佛等佛部，然后呢8大随佛子等菩萨，然后圆觉声闻永复空行以及护法呢，就是全部呢就是身体呢就是一起降至甘露光明，然后呢降至甘露光明之后呢，然后同样呢就是融入于我身，然后呢同样我们也是就是净除无始以来所积一切的业障以及罪障。那特别呢就是希望说将这些呢就是所有一切有情呢，他们个别的这种痛苦呢，都能够尽除。那在观想这种降至甘露之后呢，那观想就是我和治他一切的有情呢，就是都呢成为了这些前方资粮田的救护，皆为他们所救护。那我们心绪中呢无始的这一种业和烦恼呢，它全部呢都能够断除。那我们所行的。那到这边为止呢，就是前2句，就是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做如是的观修，然后就观修我和一切有情呢，皆为就是前方的资粮田呢，就是所救护。那接下来再念我以所修施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是思维说我呢和无始以来呢，我所做的这些布施等所有的善行，乃至说持戒等所有的善行，乃至呢我过去所做任何的善行呢，那全部呢都是为了获得和前方的资粮田诸尊呢，为了获得和你们一样的功德呢，所以呢我做了这样子的功德，然后我做这些功德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说
我呢能够和你们一样，就是我就是为了能够修习道次第而做这些功德，而且有了这些功德之后呢，我如是的呢去行持，就是布施、持戒等六度，以及呢就是四摄。我们讲说六度和四摄，爱与力行同事等四摄呢，然后由此呢升起了就是殊胜的愿心以及行心，就是愿菩提心以及行菩提心这两者。然后呢，这时候我们就是观想，就是做猛力的这种观想。然后呢，内心升起这种观想之后呢，然后发起猛力的愿心以及行心，然后升起了愿心及行心之后呢，然后我们观想前方的世尊呢，就是体性为上师的世尊呢，他感到非常的欢喜。那他欢喜之后呢，他就化现为第二身。那第二身呢，就融入于我身，然后融到我身之后呢，就观想我自己的身呢，就是转变的和佛身一样。然后就是做这种观想到这边的时候呢，那我们的心呢就稍微专注于此，就是观想自己自身呢变得和世尊呢无二无别，然后呢由此升起佛慢，然后升起佛慢的时候呢，我们就先将心呢就是专注于此做观修，然后观修完之后呢，我们就观想，因为现在我已经变得跟世尊呢无二无别，然后从我心中呢就是放光。放光之后呢，然后照射到我身边所有一切的有情，然后呢，照射到有情以及一切所有的这个世间的，就是照射到所有的这个不净的情气世间。然后因为我放光明照射到情气世间的缘故呢，所以一切气世间的情世间的有情以及气世间的这些外在的这个环境呢，全部呢都转为清净的情气世间，然后犹如呢就是极乐净土一般。然后这种观修的方式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发心果位呢转为道用的这种观修。那能够做这样的观修呢，就是能够具足很大的这种利乐。所以呢，在每一周快要结束之前呢，我们都念诵这个皈依发心偈，然后呢来观修，就是发心果位转为道用的这种观修。然后念完之后呢，就是不要忘记做发愿以及回向。那所以呢，以上呢就是讲述了说我们在做皈依的时候呢，就是一天分为四座。那四座的第一座的观修方式呢，就如同上述所说。那其他呢，就是第二座、第三座、第四座呢，就如同上述所讲的方式呢去观修。那一般呢，我们就是讲说，就是虽然说要念就是10万的皈依，但是呢，数量呢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去对皈依的，就是所缘形象呢，我们要去做观修，这个呢才是最重要的。那会做10万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升起随喜，因为一般呢，我们知道说就是要累积10万遍呢，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并不是就是很容易呢就能够达成的，所以当我们往后呢，就是想到说这么这么难做的就是10万加行呢，我都做起来的时候呢，然后内心呢可以是去升起随喜，所以是为了让内心呢升起随喜的缘故呢，所以才说要做10万遍。但是最主要的呢是要去观受就是皈依的所缘以及形象，以及呢在念诵的时候呢去思维就是皈依的因，以及就是畏惧呢还有信心。那这个呢才是最重要的。那在坐与坐之间呢，就是未修中间呢，在第一座和第二座中间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最好能够去阅读就是下士道相关的内容，像是我们在讲述到皈依的内容呢，它是讲到说就是依止希求后世之心。那依止后世安乐方便呢，就是从依止后世安乐方便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说，就是去入圣教最胜之门呢，就是进修皈依。那可以去阅读呢这方面的内容，就是不要在做与做之间呢，不要让我们的心呢去缘到其他东西，然后让心变得散乱。所以呢，同样呢是去阅读就是相关的这些我们所观修的内容。那以上呢就是讲述完了就是10万的皈依呢该如何的做修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述到说10万大礼拜呢该如何的做修持。那在做10万大礼拜的时候呢，就是以南印度三大寺来说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就是特别的时间呢，就是会去做礼拜，就是在一般我们大概是西历就是10月、11月、12月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是在圣地金刚座，就是菩提伽亚那个地方呢，就是天气呢会比较凉，所以
三大士出家人大部分会挑就是10月、11月、12月的时间呢，然后去菩提伽亚金刚座呢做大礼拜。为什么呢？因为金刚座我们知道说它是一个很殊胜的地方，它是就是世尊呢是在那个地方成道的，因为它地呢本身殊胜的缘故呢，然后又有圣者的加持，所以三大士一般呢都会去要做大礼拜这个加行的时候呢，都会去菩提伽亚做大礼拜的加行。那当然以三大士出家人去金刚座是比较容易，没有什么困难，但是以各位来说呢，要去金刚座就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那也没有关系，反正呢，就是在我们自己呢，就是能够礼拜的地方呢，然后就找看什么地方能够做大礼拜。那同样呢，就是如果在拜大礼拜之前呢，能够先去准备一个就是能够拜大礼拜的木板呢，那是很好的。那如果说呢没有办法找到这个木板的话呢，那家里的地呢如果是很平坦的话呢，那也没有关系。那不过呢，就是要注意说，就是为了不要让在拜10万礼拜的时候呢，为了不要让膝盖受伤呢，我们通常呢会铺一个垫子。那以及呢，为了不要让手受伤呢，在手下面呢也会垫一个手垫。那这是算是在做就是大礼拜这个加行之前的一个准备工作。那同样的呢，我们要在哪里拜大礼拜的时候呢，也一样先把那个地方呢就是给打扫清洁干净，然后呢安置呢就是佛陀的身语意象。然后呢，以及准备各式各样的贡品，那都准备完之后呢，那同样呢，我们就是坐下来呢，先调整自己的意乐。那调整意乐的方式呢，就如前所说，最好是能够以菩提心呢，就是作为我们的由菩提心来摄受呢，然后来作为我们的一个意乐。然后在大礼拜之前呢，我们可以先念诵尊长瑜伽，就是这一些可以就是念七支供养的部分，然后以尊长瑜伽等代表，然后来念诵七支供养。然后在念诵七支供养的时候呢，在念诵到礼敬之前呢，然后就停下来，然后呢开始呢去做礼拜。那一般呢我们在做礼拜的时候呢，就是礼拜还有分为就是长拜和短拜。那长拜呢就是一般我们说的大礼拜。那大礼拜的拜佛的方式呢，就是全身呢就是铺平在地上。那短拜呢，一般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五体投地的拜佛的方式，就是两手还有膝盖呢，还有额头呢触地这种五体投地的这种拜佛的方式。不过一般呢，我们都是在在做10万礼拜加行的时候呢，通常都是拜大礼拜，因为呢我们会说大礼拜它所累积的福德呢比较多的缘故。那就是我们准备好前行之后呢，然后也修正完我们的意乐之后，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开始呢做礼拜。那礼拜的时候呢，就是先合掌。那在合掌的时候呢，就是把拇指呢就是放在中间，然后呢就是中间呢就是两手呢中间是中空的。那中空呢，它所代表的意思呢，就是无我的意思。那这个无我的意思呢，就是表示佛陀的法身。那两手合十的这个形状呢，就是外在的这个形状呢，就是表示佛陀的色身。那双手呢，就是一手呢代表方便，一手呢代表智慧。那两手呢，就是触碰在一起呢，就表示说方便和还有智慧呢，就是方便和智慧道呢双运。那在合掌之后呢，我们就观想说，我们心绪里面所有的方便以及智慧呢，这种双运的这种双运道呢，未生呢令升起，然后呢已升起呢令不退失。那不退失之后呢，也令这一些方便和智慧双运的这个道呢，能够不断的增长。然后呢，光一个合掌呢，它就具备了这样子的缘起。那做了这样子的思维之后呢，就是刚讲说到呢，中空表示无我，也就是法身。那合掌的形状呢，就是合十，两手合十的形状呢，就是表示着色身。那一手表方便，一手表智慧，然后合在一起呢，就是表示双运。那也就是表示说呢，希望呢，这一些所有方便跟智慧呢的这一些道呢，未生者令生，已生者呢令不退失。然后不退失之后呢，令所有方便和智慧的双运道呢，能够不断增长的这个缘起。那有了这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是做礼拜。那在礼拜的时候呢，先将合十的双掌呢放置于顶门。那放在顶门呢，就是承办呢，将来能够承办佛陀呢，就是32相以及80随行好的一个缘起。那特别呢是能够承办佛陀顶髻的这个功德，也就是放在头上的时候呢，观想能够承办佛陀的身功德。那接下来呢，就是放在喉间。
那放在喉间的放在顶门的时候呢，我们先观想，就是先去思维佛的身功德，然后身功德呢之后呢，然后它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承办，就是将来能够承办32相以及80种随行好，然后特别是佛陀顶记的这种功德的缘起。那接下来呢，就是合十之后呢，放在喉间。那在喉间的时候呢，就去先思维佛陀的与功德，思维与功德之后呢，然后就是可以种下一个将来呢，我们能够获得佛陀的这个与功德的一个缘起，能够具备就是佛陀的60种运音语的这种梵音的功德。那最后呢，就是放置于喉间。那放置于喉间呢，就是先思维佛陀的就是义功德。那也能够承办呢，我们将来能够获得就是了知一切遍智，和佛陀一样的具备一切遍智的这种义功德。那一般呢，就是我们就是合十之后呢，然后有就是2种不同的方式，一种就是放在顶门，然后额头，然后喉间，然后心间，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述的呢，就是顶门，然后喉间以及心间3种。那哪一种呢都是可以的。那这个呢，并没有相违，就是无论说你要放在3处，或者说放在4处呢，那这个呢都是可以。那一般来说，就是放在3处呢，它会比较方便。那特别是说，我们就放3处的时候呢，在观想的时候，放在顶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思维呢，就是净除一切就是我们的身障碍。然后呢，放在喉间的时候呢，可以净除一切呢，就是语的障碍；放在心间呢，净除一切意的障碍。那就是将我们不净的身语意的这个障碍呢，皆能够净除。那同样呢，放在头上的时候呢，可以思维说我们的身呢能够承办就是佛身的功德，然后放在喉间的时候呢，就是思维呢能够承办佛陀语的功德，放在心间呢就思维能够承办佛陀意的功德，所以呢就是净除了我们的身语意的障碍，然后转为呢佛身的身语意的功德。那就是当我们将合十的双手呢，就是做完3处的放置之后呢，然后接下来就是将双手呢，就是伸直，然后开始拜佛。那在拜佛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拜佛的姿势呢，也是要就是如法，因为如果呢不如法拜佛的话呢，会有产生各式各样的过失。像有一些人呢，他比如说在拜大礼拜呢，然后他拜一拜，他觉得因为很辛苦嘛，所以拜一拜呢，他就直接趴在这个拜垫之上呢，就开始睡觉。那这样子呢是不可以的。然后或者是呢，有的人在拜一拜呢，他拜累了呢，他就直接跪在拜垫上面呢，然后跟左右的人呢讲话。那这样子呢也是不可以的。所以呢，就是在经典里面有讲到呢，就是我们拜佛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姿势呢，就是也要如理。因为如果你拜佛姿势不如理的话呢，那它是会产生一些过患的。就比如说有人他拜佛的时候呢，是为了求快，所以他在起身的时候呢，他的身体没有伸直，他就是起来下就弯的呢，然后又下去了，他并没有把身体打直。那这样子呢，都会产生各式各样的过患。那经典里面呢就有讲说，如果说我们拜佛之后呢，起来的时候，如果身体呢就是不挺直的话呢，然后呢会感得呢就是驼背。那如果说我们拜下去的时候呢，我们的膝盖呢如果不触碰到地板的话呢，那会就是来生呢会感得就是没有膝盖骨，或者说呢就是跛脚这些，就是会有一些就是脚上的残疾。那如果说呢额头呢没有触到地上的话呢，就是拜下去的时候额头呢没有放在地上的话呢，那可能会变成就是来生会变为畜生，或者说呢投身到地狱去里面呢，然后就是投在地上行走的这种人，这种友情。那如果呢是投身在人中的时候呢，那可能呢就是头上呢会长出那种就是肉瘤啊，还是等等的这种过失。那如果说我们拜下去的时候呢，如果说手呢没有放平，然后手是这样子拜下去的话呢，那会讲到说呢，就是会感得像畜生呢，就是有蹄的那种畜生，像是马蹄啊、牛蹄有蹄的，就是有蹄的这种畜生。那如果是投身到人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就是会有手上的这种残疾，手上的这种疾病。那如果说呢，刚刚有讲到说拜佛的时候就是要中空，但是如果说我们是这样放平这样做合掌的话呢，那这种合掌的方式呢是外道的这种合掌方式，所以这样去拜佛的话呢，将来呢会投身在就是没有佛陀的地方。
然后说礼拜之后呢，如果不立刻起身趴着的话呢，那将来呢就是可能会投生为就是像是蛇啊，或是那种用腹部呢匍匐行走的这种有情。所以在拜佛的时候呢，就是姿势呢也要如法，因为如果不如法的去礼拜的话呢，那会产生上述的这种过失。那所以呢，我们在礼拜的时候呢，就是一开始呢，我们就是发心，就是为了一切有情呢，为利一切有情呢，说我愿成佛，然后以此发心呢而做礼拜。那当然在礼拜的时候呢，要是能够就是以就是三轮体空呢，就是由三轮无实的这种智慧呢来做摄持的话呢，去做礼拜，那当然是最好。那三轮体空的这种摄持的方式呢，就是观想说，所拜的人、所礼拜的对象以及所拜的这个以及这个礼拜呢，它全部呢都是无自性的，就是透过这种方式呢，然后来做思维呢，就是所谓的就是三轮无实或是三轮体空的这种智慧呢所摄持，然后来做礼拜。那在礼拜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双脚呢就是可以靠拢，然后呢身体呢就是像剑一样的就是挺直，然后呢双手合十呢，就像刚刚所讲的，就像是四臂观音一样，就像观自在菩萨呢，他的手中呢就是两手呢是中空的一样，然后呢就是双手的拇指呢就是微向内，然后这个呢叫做持宝印，然后呢就是观想手中呢就是有拿着就是摩尼宝，然后手中所持的这个摩尼宝呢，它变现出就是普贤供养云呢，然后遍满虚空，然后而做供养。然后我们在礼拜之前呢，就是可以先念诵南无门珠西利亚、南无苏西利亚、南无乌达玛西列受哈这个咒语3遍。那这个咒语呢，它的作用呢是能够将我们的礼拜呢，就是转为1000遍。那具备这样子去做礼拜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去观想呢，就是我礼拜呢，就是我的所缘呢，我为什么要做这个礼拜？因为我的所缘呢，是为了无数无量的有情呢，为了无边的有情的利乐，所以呢，我去做礼拜。那我礼敬的对象呢，就是皈依敬呢，就是观想我所礼拜的对象呢，也是无量无边。那同样呢，在礼敬的对象无量无边之外呢，那我在拜佛的时候呢，同样我有幻化出就是无数无量的身体呢，然后去做拜佛。那同样呢，这无数无量的身体去做拜佛的时候呢，他所拜佛的数量呢，也是无数无量的。所以具备这种拜法呢，就是具备了就是4种无数量的方式呢，然后去做礼拜。那我们在礼拜的时候呢，就是有的人就是拜10万拜，他可能是花2个月的时间就拜完。那有一些呢，可能是1个月又20天。那这个呢都是不一定，就是看自己个人的状况呢，然后看要拜多长的时间。那也像刚所讲的，最重要的呢，并不是说我们要拜满10万拜这个数字，最主要呢，就是在拜佛的时候呢，我们的所缘形象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当然说，在拜佛的时候呢，如果说能够配合这35佛忏呢去做礼拜呢，那这是很好的这种方式，配合35佛忏去做礼拜。那在每一座就是拜完之后呢，然后不要忘记就是发愿和回向。那同样的一天呢，我们也是分为4座呢去拜，然后也是从一开始的发心，然后到最后呢就是不忘就是发愿以及回向。那以上呢就是讲述了就是4种5个10万加行里面的就是皈依还有礼拜的部分。那下一个礼拜呢，就是关于百字明，就是10万百字明呢，我们先跳过，因为如果要讲述百字明的话呢，就是对于讲述的对象呢，他本身要获得灌顶。如果我也没有获得灌顶的讲述，这一些密法的内容的话呢，那其实它的过失呢是大于利益的，所以我们就先暂时呢不讲述百字明。那我们下一堂呢就讲述就是曼达该如何供10万曼达，以及呢，代表祈请呢，就是对宗大师做祈请，就是念诵10万密集嘛。那这是今天的内容。那如果说大家对于上述的内容呢，要是有不清楚的话呢，那可以再继续的就是发问，那我们可以继续为各位做解答。那今天因为时间呢，我们就先上到这里。